主后2022年8月初1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甲传道者做伙成长。圣经提摩太后书第4章，咱要对第9节做伙来读到22节。着尽所话，赶紧来我遮，因为底马贪爱现世，已经离开我去帖撒罗尼迦。基律斯嘛已经去加勒泰，提多去达马泰，只有路加甲我做伙伫遮。你着去带马可甲你做伙来，因为伊对我的工作真有帮赞。我已经派吹基鼓去以弗所。我伫特罗亚的时，留伫加布因兜迄领外衫，你要来的时着带来，嘛着带遐个册来，特别是遐个羊皮的册。拍动师傅亚历山大甲我害甲真惨，主会照伊的所做，甲伊报应。你家己嘛着提防，因为伊极力反对阮所传的信息。我头一遍申诉的时，无人伫身边帮衬我，逐个拢甲我放杀。愿即个罪无归伫因。毋过主有徛伫我身边，互我有气力，通完整传扬信息，互所有外邦人拢听见。最后我有对师的喙受救出。主会救我脱离拢总的歹代，嘛会救我进入伊天年的国度。愿荣光归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请替我甲毕基拉、阿基拉、甲阿尼色弗全家请安。伊拉多继续踮伫哥林多，得罗菲摩破病，我甲伊留伫米利都。着尽所话伫冬天以前来，有保罗、布甸、利诺、基罗底亚，甲众兄弟姊妹拢要甲你请安。愿主甲你的心灵同在，愿上帝恩典甲恁同在。以上。甲传道者做伙成长。最近，甲一位退休牧者开讲，讲到教会应该怎样负起培养传道者的责任。这位牧师感叹，多数教会一直想要找现成的牧师来牧养因，煞无认知教会是爱甲传道者做伙成长。伊甚至认为，教会会当培育传道者诚侪信徒心中理想的牧者，也就是传扬真理的上帝仆人。一位传道者虽然受上帝呼召，进入神学院受造就，了后到教会负起牧养的责任，总是牧者的培育并毋是离开神学院就结束。事实上，包括牧会方向、经验甲人格的成熟，拢需要伫牧养的过程中慢慢敲找甲合适。所以，信徒若无认知，教会也爱负起培育传道者的责任，最后恐惊伊会陷入找无牧者的困境。保罗并无向提摩太暗砍家己伫服侍的过程捌拄到的困难和痛苦，反倒甲这位年轻的传道者分享牧会的困境。
通互伊知影，伫牧会中，若拄着相款的状况的时，着用什么心态面对。教会想要爱有一位好牧者，需要互伊伫牧会中慢慢学习，佮甲因做伙成长。总是因为现代资讯发达，伫事事讲求效率的情况下，真侪教会期待传道者一上任，就会通亲像过去遐有经验的牧者共款，伫逐种事工真紧就会当上手，佮帮助教会快速成长。所以，教会若干那希望来牧会的传道者，拢是已经培育好、经验老道的牧者，安尼落尾会发现，成熟的好牧者会哪来哪学憔悴。传道者需要甲教会做伙成长，只有教会愿意互传道者有成长的空间，佮负起培养的责任，才会互牧者的灵性甲素质斗阵提升，互基督福音继续伫台湾的逐角落广传。默想，我的教会敢有捌陪伴牧者做伙成长呢？我也是我的教会，敢有拢在期待一个成熟、有经验的牧者来服侍呢？我的教会敢有捌陪伴牧者做伙成长呢？我也是我的教会，敢有拢咧期待一个成熟、有经验的牧者前来服侍呢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互我有机会和我的牧者斗阵同心服侍，宣扬福音，佮甲伊做伙成长，奉主的名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